已经熬暗了1000年。你去点灯的话，那个暗消不消失？罗生传道人在南华大学宗教所演讲。讲说我们不管以往在怎么样的迷失迷美都没关系，只要多荣耀智慧出来，是不是那一些那个迷失那一些迷美都去掉，对不对？所以鼓励我们过去就过去，不管它该怎么迷美都没关系，只要现在把自信的波罗起发，就可以了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以后那个过去的话，不要去想它，不要有过去心不要去想它，然后呢，也不要有未来心。未来心你一直策划赶不上变化，变化的话，你策划的太慢。那我们说把握现在把握不住，为什么？我们说现在已经过去了，现在过去了，现在过去了，你抓得住吗？抓不住。所以不要有3心就没有4相。它没有3心4相